镜头转来看国内，丰泰山道伫过境和这高雄的寿山动物园，真侪树仔拢倒去，连栅栏、鸟仔园的电网等等这些设备嘛拢受损，估计是拢总了成千万。整理10天了后，今仔日总算对外来开园。另外，这间丰泰嘛将山底厝一丛100年的老树先倒去，经过专家评估建议，今仔日会将这丛树仔整理好势，搁复活正。上午9点外开园，无到1点钟，已经真侪游客来动物园，还有人专工为台南来。想说1天的时间，然后刚好看到它开园，就是没有来过，让他就是带他们来看一下，就不错啊。除了外面树倒那个真的没办法处理，不然我觉得大致上都不错啊。丰泰扫过寿山动物园，真侪树倒去，东线受到阻碍，嘛有栏杆、电网等设备互讲歹去，损失超过1000万，加载400多只动物，丰泰期间拢伫人仔内，无着惊。设施的部分，可能像是我们的鹦鹉园遭受我们那个树枝整个压毁的顶网的部分，那算是比较大的部分。动物园表示已经恢复9成，但是鹦鹉园受创真严重，要年后才会当完成。虽然是遐困力，高雄市区的公园倒树游园继续咧清理，其中伫咧台铁山底厝站边啊，即丛100年老樱树，互风吹倒去，一度破断无法度挖落来。地方人士请命要抢救，市府决定搁再努力。经过专家指导来修整着树基，10号上午嘛整理着树下，准备要敲好正。希望说陈其迈市长，跟着康裕成议长，他能够仿照这一棵老树的扶正的做法，给资源、给机具。尽速的去抢救这些树。护树团体指出，真侪风灾受损的老树土球真完整，建议会当比较这届的抢救行动。嘛，因为这厝全市2500丛树倒去，造成停电、车损、厝损，嘛，互市议会要求要检讨老树管理制度，市府嘛答应会赶紧找专家讨论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